盲選5個通訊軟件 iMessage。好少用第5，但係其實 iMessage 咧有好多 function， 好無聊嘅，就係可以將啲字放大啦，跟住加啲小事。第一部智能手機咧，其實係 Android，某一個可能之後提到嘅軟件已經好盛行啦，咁所以我就好少用到 iMessage。iMessage 有到好咧，係佢收 message 都幾快，Signal 其實都 OK 嘅，但係唔知點解係咪我自身問題啦，定係我電話問題啦？佢收 notification 收得好慢，或者唔彈 notification， 中規中矩咯，我俾佢3。冇得 star 個 message， 好難先揾到。同埋佢 search 嗰個功能都好差下，即係你明明記得有啲關鍵字你想搜索，但係又搜唔到。WhatsApp 雖然俾 Facebook 收購咗，但係點講都好，佢都仲係揾錯龍頭，同埋好 appreciate 佢都仲會不停咁樣加一啲新嘅功能。第一啦 Telegram 我越嚟越少用，保密性係好好，但係嗰個流通性好似冇咁高。我知有啲人係用 Telegram 做，即係有啲男人啦，成日都聽啊呢啲故事。咁即係你身但係邊有人咁樣啦。我的朋友不是我。OK， 第4啦。近年少用啲咯，但係逢親有啲咩大事嘅時候，發覺就 Telegram 係好方便咯 ，function wise 都係好咯。Line 我冇用過嘅 app 咯，好台灣或者日本嘅 app。迫於無奈而家要擺第2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俾我轉嘅話，咁我會推 Signal 上第2啦，Line 擺第3。好似 Line 係最開頭有 sticker 嘅通訊軟件。係，其他 app 都有一整 sticker 嘅時候，你就冇咗個優勢。